百大青龙，你看，嘿，昨我看到迄张相片，就是像安尼。啊不，迄有穿西装啦，迄就是甲总统会穿你甲西装。总统翕相呢？哦，来，所以真正会请演起来，你知意思？一定要甲你好好啊请教哦不，咱应该感动，你遮尔啊少年就会当安尼吼，熟悉着规片几啊远的代志，你哪遮厉害？开偌久的时间？我就16岁就开始做事啦，到今嘛有10年的功力啦。这是翠绿色哈，啊，这是淡黄色啊，这是9分的，这是8分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什么？各种代志？咱每一个人的判别熟度标准不一样，所以来这是大轮的，哦，啊，这是咱台哥的。你甲食看卖啊，恁就知影讲，哎，恁要慢的标准是到底是？This is 不离啊水。我有较白呢。有啊有啊。啊，听这个声。好，有够甜，有够甜啊！我8.5已经做起来。 8.5已经做好食呢，是。甜甲已经，安尼你9分呢？干啥？我会较好食呢。真的啊，假的？真的啦，你食看卖啊？啊，你也袂歹食。啊，为什么9分呢？无8.5的较好食？因为8.5的伊的甜度较悬，伊的脆度佫较脆。伊的甜度较悬呢。是。